Elon Musk 旗下嘅人工智能公司 XAI 近日因其 AI 聊天機器人 Grok 推出嘅刺激模式而受到國際譴責。該功能允許用戶從圖像中數碼化移除衣物，產生咗兒童色情內容同埋其他令人不安嘅行為，例如將瑞典副總理進行性化處理。XAI 星期一表示，佢哋已經意識到呢一問題，強調呢一種內容係非法嘅。法國同馬來西亞嘅官員已經對此平台展開調查，歐盟委員會亦都表示正認真關注此事。與此同時，印度嘅技術監管機構向 Musk 嘅社交媒體平台 X 發出咗通知，要求佢喺72小時內採取措施，防止傳播被禁止嘅內容。Musk 對呢一爭議作出回應，將責任歸咎於用戶，表示任何利用 Grok 製作非法內容嘅人將會面臨相關後果。X 表示，該公司將對非法內容採取行動，包括移除以及暫停相關賬戶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